土耳其多安通讯社昨晚报道，一名声称被迫向中国当局出卖维吾尔族同伴的维族男子在伊斯坦布尔遭枪击，重伤入院治疗。据报道，维族男子于苏普艾美提说昨天晚上遭人连开2枪。根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艾美提分别是肩膀与手臂受伤，枪手仍在逃避。艾美提2019年2月以艾美提为名告诉半岛电视台，他被中国强迫出卖维族同伴。艾美提表示，他于2012年在中国以他母亲为人质、扣留与虐待等威逼下，开始从事间谍活动。活动人士担心，持1年签证前往沙特阿拉伯的维吾尔宗教学者将被从沙特阿拉伯驱逐回中国。埃米杜拉·外利来自东突厥斯坦，在当局以宗教教义为由2次将他禁忌之后，他被迫逃离中国。埃米杜拉在接受中东之眼采访时说，在中国驻沙特阿拉伯领事馆要求将他驱逐出境之后，他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恐惧。他说，当我向沙特阿拉伯的兄弟们发表演讲时，我的问题就开始了，因为我认为中国人听到了我的演讲并生气了。此前有报道说，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已与北京合作将维吾尔人驱逐回中国。他于2020年2月从土耳其前往沙特阿拉伯进行朝觐，在土耳其有居留证件，可以无期限地留下来。禁止从澳大利亚进口大麦和木材的中国，预计将在产品中添加铜矿石和砂糖。在澳大利亚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之后，有人认为中国将再次对从澳大利亚进口的产品施加限制。中国海关总署周五警告出口商，在从澳大利亚昆图兰州进口的产品中发现了有害生物，并禁止从该州进口。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门·伯杰明在一份声明中说，有关澳大利亚很难进入中国进行其他出口的消息令人震惊。中国一直否认存在针对澳大利亚的禁令。我们敦促中国当局减轻对商品自由进入中国市场的担忧。达伊什声称对在奥地利维也纳的武装袭击负责。据报道，该组织声称对星期一晚上在奥地利维也纳发生的恐怖袭击负责。恐怖组织星期二在一份电报中说，对犹太神庙和歌剧院的袭击是由该组织的成员进行。警方声明说，武装袭击后调查了18个地点，并逮捕了14人。另一方面，在奥地利发动袭击后，人们宣布哀悼3天。中国南部的液化天然气站发生火灾，造成6人死亡，3人受伤。据新华社报道，越南边境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铁神港天然气站发生了大火，6人丧生，3人受伤，1人失踪。火已被扑灭，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共和党候选人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乔·拜登之间将举行第59届美国总统大选。在大选中，获得538张选举人票中的一半以上或270位代表的候选人将胜利。预计选举结果将于今天宣布。